再来看高雄高山区一个冷气行的头家哦，因为伊家己有食毒，就利用店面来做药头卖毒，佮互见到的人用做工哦倒冷气来换毒品。警方是表示讲，专案哦佮扩大追查。姐姐。大力将门暂开，高雄市刑警大队来到高山区一间透天厝，搭站楼详细敲吹。因为警方接到线报，讲这间冷气行头家是一名姓区的查甫人，平常时除了有咧卖冷气以外，佮有咧做药头卖毒品。警方敲吹了后，除了姓区的药头，佮掠到3名药客，现场也找到4盒安非他命佮大麻，拢总55包。查获邱姓犯嫌，并查扣1级毒品海洛因22包，2级毒品安非他命5包。大麻28包。警方这摆行动，唔但发现市区的嫌犯有卖毒，佮用毒品生一寡来学西亚的人食。这西亚食条例了后，因为无钱通好佮买毒品，就用做线工的方式来甲嫌犯换毒品。警方表示，初步了解，目前受害西亚有2人，后续也正在扩大追查当中。冷气的工资一天大概会有2000至3000，经我们调查那个大麻现在1公克的市价大约在2000，然后海洛因的部分大概到3500到4000不等之间，所以他们会用工资来换取微薄他们毒品来吸食。警方表示，倒冷气较属于粗工业，受害2名西亚年纪大约40通岁，因为休假期间有未少少年囡仔会去做线工，警方也呼吁，找头路的时阵一定要认真细致。记者郭家如、邱朝阳、高永昌报道。